下面讲普贤行愿品啊，普贤行愿品，整个原文分粗义、论义、末义啊，分3个方面。其中论义呢，讲谦心齐之功和真心广大发愿，核心以功德做结尾，分3个方面。其中这个广大发愿当中呢，现在有16大愿，16大愿里面就是第15个愿呢，随诸佛菩萨而发愿啊，就是随诸佛菩萨修学而发愿。那么这个也有分，随诸佛修学而发愿和随菩萨修学而发愿。第二个随菩萨修学而发愿呢，随普贤菩萨修学而发愿和随文殊菩萨修学而发愿有2个科盘。其中第一个科盘里面就是分，就讲2个颂词啊。第一个科盘是用2个颂词来讲，那么其中第一个颂词已经讲完了，就是昨天前面说是这个，就我们这个随菩萨而发愿，就是尤其是随普贤菩萨而发愿的话呢，那么就是，就是普贤菩萨是一切菩萨的一切如来的长子，然后我们所做的这个3根呢，与这个普贤菩萨就是相等同啊，就是讲这个。那么今天就是讲第2个颂词，元神可以很清净，诸行刹度亦复然，如是智慧好普贤，愿我于彼皆同等。那么这个颂词呢，就是讲到，这个前面说我们，就是发愿的时候呢，就是普贤菩萨，怎么样发愿？普贤菩萨就是怎么样回向呢？我把这个所有的3根呢，就是也是这样，这个回向就是一定要与他这个相同。那么具体说来，普贤菩萨到底有什么样的跟这个其他菩萨不同的这个回向方法呢？发愿方法呢？实际上就是有5种清净啊，就是普贤菩萨的这个5种清净。也就是说呢，身清净、意身口意啊，就是身清净、口清净、意清净，还有这个行为清净和刹度清净，就是有5种清净。那么因为是它跟这个其他的这个菩萨不相同，就是有5种清净的这样的这个智慧呢，就诸佛菩萨就是称之为是叫这个普贤，就是一切的初中后结为善的原因呢，就是叫这个普善菩萨。所以我们呢，就是也愿意就是跟这个普贤菩萨的这个5种清净就是一样的，就共同回向啊，就是这个寄送呢，就是略义上应该可以这么说。那么具体就从这个光讲的话呢，普贤菩萨是以这个自己的身体就也可以说普贤菩萨的这种身清净呢，是自己的身体在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微尘刹数当中呢，又幻化成就是如是多的这个身体，并且呢就是供养这个十方如来，诚实就是一切如来，在这个诸佛菩萨面前听述这个妙法，并且就是以这个修持就这是这个身清净就是。然后这个欲清净的话呢，那么就是以无量的这个说话众生面前呢，一个声音呢就是变成了就是如海般的这个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这种声音，每一个声音呢就是说这个教化的众生也是根基意乐都是不相同的，而且所听到的这些声音的话呢，每一个众生都就是得到暂时和究竟的利益，就是所以他的这个声音呢，就是也完全跟我们这个世界上是不相同的，就是这叫做口清净或者说语清净。然后意清净呢，就是普贤的这个意清净方法呢，在一刹那间当中就是释放无量的这个刹土
啊，就是都可以这个观想啊，就是然后以刹那间呢，就是以刹那的这种这个信念当中的话呢，能观想就是30这个诸佛的一切这个尊严，并且呢，就是无量无边的这个如来面前，以自己的应幻化出就是无数的这种普贤呢供养啊、称示啊、天书佛法啊，就是如理这个修行啊、度化众生等等等，就是也可以就是幻化出不可思议的这种这个现象啊，就是这是这个一清净。然后这个行为清净的话呢，那么远离了就是各种这个违品并且呢就是让这个呈现普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6波罗蜜多的这种这个清净，并且呢就是以这个八功德啊、四事啊，就是30这个七道品的这种这个行为呢，就是上供下施，就是然后度化众生等等，就是有无量的这种行为清净啊，就是以所有的这些行为的话呢，完全都是就是展示究竟对众生带来就是如此的这个利益啊，就除此之外呢，就是没有就是像我们的这个身口意的一些行为呢，就是经常是就是自己就是生气烦恼，让这个其他的众生呢也是就是痛苦等等，就是不会有任何的这样的不清净的。然后这个插图清净的话呢，那么就是七世界的这个所有插图呢，就像是这个极乐世界一样的各种这个珍宝，就是形成的，并且呢，就是在整个这个大地上呢，就是庄严无比啊，就是清净，就是豪华。还有呢，就是里面有就是各种这个宝树啊、水池啊，还有这个以诸佛菩萨幻化的这个鸟类啊，在当中的话呢，就是也有这个无量的这种这个诸佛菩萨，就是宣说这个大乘佛法等等，就是一切的这种这个所行呢，就是全是清净的这个刹土啊。那么这5种这个清净呢，就是唯一的依靠这个普贤菩萨的这种大愿力呢，就是才可以这个形成的。华严经当中也讲过，就是说是若能发起如是大愿，则等得见普贤菩萨。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正让这个发起啊，就普贤菩萨的这种大愿的话呢，那么我们的不同的这个境界当中的话呢，就是让这个得见就是普贤菩萨啊，就是所谓的这个普贤菩萨的这种这个5大清净呢，就是真正就是让这个实现让实现。那这样呢就是在整个世界上呢，为什么是这个普贤菩萨所有的菩萨当中它是有这么高的这个威望，所有的这个就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些众生呢，都要向那个普贤菩萨这个学习的原因呢？这是一般的这个凡夫人和一般的世间人呢，就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让这个发这种愿的，而且呢，也没办法，就是让这个体现这样的宏大的这个誓愿呢。因此呢，就是我们就是可以称得上呢，就是它是完全的一种这个智慧的这个准则就是所以呢，我也是跟这个普贤菩萨呢，就是一起的。要这个发愿就是发愿，因此我们在这里呢，就像就法王如意宝的一些那个发愿文当中呢，也经常这个出现的。我们自己呢，也是就是可以说就这里好多道友的话呢，可能没有学佛之前呢，就是不好说，就是不知道怎么样。但学佛以后的话呢，基本上都是这个学这个普贤行愿品的。就很多人的每天都是不间断的这个念诵就这是我们现在就是里面的有些内容呢，不一定就是一一的全部就是了解，但实际上呢，只要我们这个心清净来念诵呢，到一定的时候一定会是让这个实现就是普贤大愿就是普贤大愿。所以呢，这样的这个普贤大愿呢，就是一般的凡夫人都是确实也不会发愿的，即使会发愿也是光口头上而已。但我们心清净呢，经常念诵呢，有不可思议的这个功德。这个功德呢，就是下面也会讲的。就是所以我们呢，就是一定要就心里面就是想就是随着这个普贤菩萨是怎么样发愿他的这个5大清净呢，在
这个世间的各种插图当中，就是如何这个呈现的话呢，我也是这个现在呢，我一心一意的这个祈祷和一心一意的这个发愿，到一定的时候呢，在无量的插图当中，我的这个身口意呢，就是完全都是得以这个清净。我们现在很多人呢，也是心里面就是想变成一个很清净的修行人，但实际上呢，在我们的这个身体啊、语言呐包括这个自己的意念呐、自己的行为啊、自己的这个说出啊，这些都是经常处于一种不清净的状态。不单是不清净的，还有呢，就是出现种种的这个烦恼，就是造恶业。那这些呢，就是通过这个大的这种原理来，就是进行该对治的该对治，该根除的该根除，然后慢慢呢，就是像这个前辈的诸佛菩萨一样的，逐渐就是将自己的这个心的本来面目呢，真的要这个真正这个认识。认识以后的话呢，身口意的时候，完全是随着自己的这个清净的这种意乐和信念呢，就是让这个就出现一些这个清净的这个镜像。就是所以说，我想。我们这个发愿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普贤菩萨，就是大智慧者，就是他怎么样发愿，我的这个行为呢，我的这个身语意呢，就是一定要与他这个相同啊。就是现在有时候呢，我们作为凡夫人，可能短短的时间当中，偶尔就是升起了一种分别念啊，我要变成一个修行人，我一定要身体不能造业，口不能造业，心里面就是不能产生恶念。但短暂的时间过了以后呢，又这个前世的一些习气复苏啊，或者是这个对境现前呐，或者说是自己没有抑制这个真知真念等等，就是依靠各种这个因缘的话呢，就是也会就是产生一些烦恼。但当你升起烦恼的时候，就像入心或者说其他这个论点里面所讲的那样，就是立即根除，立即拔除啊，就这样以后呢，慢慢就是我们的这个行为呢，就是会这个越来越入法，就是这是一种必然的规律啊，就是必然的规律。所以呢，就是一边发愿，就是一边呢，就是向普贤菩萨这个修学而这个就回向吧，就是回向。